你千万袂走的啦！我脚上惊了。哎呦，公主啊！你千万袂走，你若是将我放做走，你会毁一世人哦！啊？放你我会毁一世人？是啊，公主。我家用骄傲。公主，美笑动情啊！永不遗忘为你时来是别妻。我是白痴，哈哈。可你的拐骗，用家里送你半夫，你后悔啊弟。你要告我？哼！做人若无做亏心事啊，半暝毋惊鬼叫门。我是下岗娘，你若要告，你尽管去告啊！走，你快！参照小龙这么正直的人，伊敢真是讲会去拐丁嘴误事？我要忝死。哎呀！大哥啊，拄则个查某甲咱讲了，看到白虎亭，就离灵仙阁无偌远，搭一个灵仙阁影嘛无看到。这拢是参天古树，真有可能是拢互这个啊树啦，这乱树安尼砸掉，再无看到灵仙阁。哎，这什么味？无甲好哦。对。那臭干呢？下老大啊，这一颗人烂到得要了去啊！哎呀，足臭的！迄个伤看真是真重，这若佫大个3工一定无性命。来，靠什么？来扶起来，我来医看会好。你臭干的要搁叫我紧去啦！来，你较有力啦！人若叫你，你就叫我，臭甲安尼啊！会啦，屁股都不会吵了。哎呦，较烦死人！哎呀，较紧来倒吐一个啦！较紧坐咧，紧坐咧。啊！你这个伤是假？好大哥，拄则个臭味是一只臭象鸡啊！你到底是什么？好，唔当来你，好。我咱两位师傅多里透的。好，起来。拜拜了解聚会。好，小龙的朋友。免礼。老岁啊，甲你交代的代志，我已经甲你完成了，安尼我唔袂用你走了。好，多谢。好，那紧去谢谢。啊。两位师傅啊，迄个老伯是恁的好朋友。无唔对，这就是因为要来试探你的心地，甲你的品性啦。拄是迄个名叫做英娇的查某囡仔，有哪是阮请伊来要试探你？啥呢？哎，不必啊，那你好出来啊！这边大哥啊！这位是现真子道长，甲李大爷，
原来是两位的前辈，刚良有礼。免嘞，免。林大姐，小龙是阮的徒弟啦，呀，伊拄则叫你讲一名大哥，安尼你是要叫我什么？啊？江湖好客，何必拘束这个小姐呢？个人交个人的。哎，明大姐嘛，即马事实就会当证明啦吼。小龙是一个英语相传的人呢，伊绝对袂起空去掠什丁翠武啦，对不对？更加袂去人害死。对，哎，小龙，行。哎，无咯，两位师傅，何时伫要到位？我应该安来叫林仙姑，才会晓转去。小龙，啊，你是冤枉的咧，你哪就甲伊去咧？行，咱做咱啦。是啊，小龙啊，自从我咱改邪归正，辛辛苦苦请养你成人，就是希望看你当行善助人，看客人会比一个尾。假使你若是来耽误着阮的苦心，误入歧途，阮就亲手来成你问候，唔免别人来插手啦。哎，对，你是我的徒弟啦，哈！你若是做唔对，我甲你罚；你若是做对，我甲你赏。这是阮的代志，哪能互人去插咧？晓得无？啊！行。而且，李位兄弟，天经五事咯。各派的蒋文林甲武林的朋友，都拢已经来到林仙阁。你若安尼做，未哪会当使众人心服口服？还是恁家代志，跟我无关系啦。行。哎，江大勇，无采你稳固20年，改邪归正的人，这款太差的这款脾气也袂改啊！无你这里是做什么？上心问，一来同好武林中的人知影讲小龙是红冤枉；二来也会当知影讲是甚物人要来陷害伊。要无你即摆若甲伊带转去，安尼敢毋是，互迄个要害小龙的人伤过放义咧？无怪是小龙的朋友。对，有理。李位兄弟，在下以武林大名主的身份，邀请你前往灵仙阁，参加这场武林的公审。
本座已经知影你心地十分仁义，但是为着要维护武林正义、弘扬武德，你必须爱继续回答本座两个问题，并且准你甲证人当众对质。是。第一，你敢有在西江亭劫走丁翠玉甲乡里？无。第二，你有记着叫你将马天河刺成重伤？也无。马天河，阮袂知。你敢讲证明你确实无看错人吗？道长。我的两眼是看得真，至今伤痕也留在心。我成花妇，我也袂错认，做行凶确实处理。江阳跟你来无冤仇，无端陷害为何由？命不该亡是天赐救，恩人就是这个金姑娘。忧伤美剑情当真，他有天河想袂起。我为伊细心来医治，并无看到这个形象美。但凭良心，凭天理哦，处事刚阳全不知哦。若讲良心甲天理啊，杀害翠有你做难事。龙儿，你讲亲目睭有看到夏江良来害死丁翠玉，这个情形我证人面头前，你详细讲一遍。小姐对来听伊真啊，世间万下迄种心，来随你保住来不答应，一定加嘛加来定了情。心怀多意，下江良已强逼阮小姐来走他乡。阮小姐所来好心中，伊为保人情，也死也不依从。伊武功高强，来随领兵，来拍阮小姐来家乡里，起来你家来击败你，阮小姐痛着一路跳死，伊若将阮小姐来害死哦，伊又要扣来害乡里。你将我推落江心断线，阮兄弟双生来做亡魂。凶器，我用什么凶器？害人命，那一种小姐着放声，为将可以害你性命，推你落江哦，推上情。我搁再问你，咱自世同乡哦，其实上
道长李大杰，分明伊乡里是受人指使而来。各位武林朋友，恁有何高见？请大民主逼问乡里指使的人到底是什么人？无人指使我，请恁大家替我做主，大平佬安。严照是讲，万姐，若照兵刀甲看起来，乡里伊是一个无武功的查某囡仔，而且伊是一个中臂，我上死唔敢带正人的面头前，伫咧讲白贼。道长，我的徒弟是仁义相传的啦，这大明子无亲目睭看到啊！对，小良伊要哪害死丁翠武咧？哈？是啊，我可能虽然夏江阳心地仁义，也毋过豆腐高家之下，出手上难，这是难免的。搁再讲，乡里伊是人指使，也若安尼，出身在武林世界的马公子，伊敢也受人的唆使？既然若是要维护着武林的正义，那你就请大明主唔通暗护。李大爷，道长，你有甚物高见？兵道认为夏江良是冤枉的。大明主，我认为梁大杰所讲的话啊是有道理。夏江良虽然是仁义，这本座是亲目睭有看到，也毋过人非圣人，哪有讲未做毋对代志？夏江良是在斗分高家之际，丁翠武搁再甲伊辱骂一场，所以气起来才会错手误杀人命。李大姐，我是一片忠心，阮小姐死得足可怜的，请恁大家也搁大明主道长，恁大家替阮小姐伸冤，将夏江良消灭来。大明主，大明主，请你注意放弃这个，大明主，小姐，快点放弃这个！